议员陈嘉欣即阵东港拄可是高雄城中城大楼罹难者的联合国白色，行政院嘛宣布全国降半旗，所以议员即阵一开始嘛请所官员默哀30秒悼念，随后就针对相关建筑消防议题来探讨。议员强调，除了建筑管理甲消防设备以外，伊认为上界要紧就是防火区域。除了要求市府彻底查缉老旧甲危险建筑以外，老人养护机构、公司的幼稚园更是重点，一定要全面总体检。以建筑管理防火曲线，我一直在强调的防火曲线，尤其是针对老人养护中心也好，或者是说公私立幼儿园，尤其是老人。就是长照中心，我希望说，我们台南市政府公务局也好，或者是都发局也好，跟消防局这边一定要来做这样很重要的横向沟通，一定要加紧脚步来检查，是不是所有除了这些危老建筑物以外，我们的这些长照机构、安养中心，因为里面很多都是行动不便、失智者。甚至呢，他们在行动上面本来就会比较不便利，所以在逃生的方面就会比较缓慢。所以我们要很确保这个防火区划是不是所有的防火区划都有符合规定。我们平时的消防检查还有建筑安全的检查很重要，还有我们的防护计划，就是在万一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去抢救这个很重要。那我跟你报告。我们清查到现在50栋，清查了到昨天为止38栋，那没有防火门被拆掉的情形。是有部分有阻塞，我们已经移且我们公务局来做处理。那相关的我们的演练呢，50家都演练47家，剩下3家呢今天会演练完毕。根据了解，所有的防火区域就是防火门出入口的标示、排烟设备、安全梯、升降机以及供电系统的配线等环节的标准。当然，消防、公务等相关局处拢知影相关的规定。不过，议员强调，到底有检查才是重点。希望将可能的威胁降到上低。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